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真正是无天无地无政府咯。台中的东协广场有小东南亚的称号，因为转型成功，这几年来招商顺利，管理的基金至少有1600万。这个后壁是有真大利益。结果咧改选主委的会议发生着暴力的事件，有9个乌衣人冲入去会议的现场，甲姓吴的总干事是拍甲闹震动，边啊，阁有市政府的女官员在场，是惊甲皮皮喘。总干事怀疑是竞选主委的其中一边叫乌衣人来闹场拍人，但是对方否认。目前警方已经抓到5个嫌犯，要来追出着幕后的主使者。9位少年人昨日去会议现场，看到大楼的总干事先拔头壳架势，抓来冰刀讲椅啊，搁甲伊拖去涂骹拍架，搁较强。上尾啊，这群少年人直接离开，过程较无2分钟。是总干事报的。总干事讲，警方接到通报了后，过20分钟才到场。电梯口迄条3人早就走了的画面，伊用拍干闹震动，要真惊讲。是给我恐吓的性质啊，就是说你再下去，你再支持谁，你可能就更倒霉了。顶礼拜5，台中东协广场进行大楼主委改选，煞憋出代志。让我害怕，我一退出，那他就会得赢了。那这第一个原因，第二个原因就是基金的问题，就是钱嘛。东协主委改选分2派，一派是支持总干事的林派，一派是东协广场处主的甘派。这几年东协广场转型成功，招商顺利，管会基金有1600万，可能是这摆改选小这的关键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不晓得，去年就跑掉了，我才知道哦，去年在修法，他们的财务完全黑箱作业。如果我讲错话，欢迎我们总干事来告我。红会记找人闹场，主委的竞选人世间的查甫人公布这件代志。目前警方抓到5位嫌犯，其他共犯要来追。市会经法局嘛讲，要未完成主委的改选。管委会这边能够尽快，把主委跟监察还有财委这些干部赶快改选完成。当时市会经法局阁派1位女科员到现场参加主委改选的会议。穿乌衫的人，搁伫官方的代表进前用暴力的手段，一场主委的改选牵涉到背后上千万的利益，搁造成暴力事件。幕后的主使者看起来是无甲公权力看伫眼内。好啦，